甭管是以前的微博，还是现在什么推特，就现在就嘴炮，你知道吗？现在嘴炮党的时代，你还怕这帮人起来造反？你这不开玩笑，这不杞人忧天吗？你既然想讲空口号，谁能比得上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宣部啊？中国老百姓的最天真一点，总是以为第一有事呢就得上访，最上层能解决问题；第二，总是认为自己比上面人还聪明，搞小地道。说白了，都是人家如来佛掌手底下的一个小猴子。你用的都是什么电脑啊？联想电脑啊，对不对？你用手机都是什么手机啊？华为的吧？只要你用这2个品牌生产的任何装备，啊，你就肯定是这个，你懂的啊。很多人以为啊，他们收集数据啊是收集你说的话，你写的文字。关心我关心的内容。错，是关心你整个这些行为模式背后的整个思维架构和行为模式有没有构成潜在的对他们构成威胁的行为，然后很有可能就被住的所在地的人工处理呀。如果你要有这个具体的行为之后呢，上面会根据这个云数据直接判断，必须得提前把它解决掉。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少数派报告里面说的那个预防犯罪。对，我这个手机捆绑的微信的名字啊，是我们单位的名字。我这微信也是不是实名字？没有用哦！你以为你用别人的注册就可以安全了？我不是我故意的。人的悲剧就在这了啊！这人在海里游泳或者在江河里游泳，还以为自己在自己家的澡盆游泳，这个人最可悲的地方在这。所以说啊，你被干掉活该啊！你被洗掉啊，那是必须的。为啥？因为你傻呀，没搞清楚自己身处何